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4日是报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才。国内伫今仔日增加874个本土病例，拖到19个县市，其中新北市上严重有360例。行政院苏贞昌宣布停用快台试剂，目标是达到过4000万份，但是中央强调，这快台试剂数量会有够，应继续也稳定。南埔的港口城市德班受到大水雨伞断雪，引起做大水水泵山市区密密麻麻，超过300人死亡。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874个本土病例，其中新北市是上界严重，有360例。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今日开始会把这感染了后的病症轻重症分流收治。这病院只收4类患者，就是70岁以上中重症、长咧洗药水，也佫有新9个月以上的确诊者。另外，莫德纳加这辉瑞的囡仔疫苗，目前已经送到小树新扎路，这几天专家会进行讨论。国内新冠本土疫情佫创下历史新高，则是新增加874例本土病例，分布伫全台湾19县市，其中以新北市新增加360例上侪，国内是台北市164例，桃园市87例，基隆市60例，高雄市42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奥密克戎病毒潜伏期较短，未来会用重点式疫调，希望大家有自主应变能力，鼓励民众下载台湾社交距离 App， 强化科技疫调。重点的疫调、自主的应变，那大量的大家都能够使用社交距离的 APP， 其实这事情会在1天就完成了。好，那这样的情况我们才能够把疫情控制在一定的规模内。另外，也新增加一个重症患者，是本国籍60外岁男性，本身有慢性精神病史，无注过疫苗，已经使用瑞德西韦的治疗，病况是稳定。目前国内轻症无症头比率是99.66%。没有 COVID-19 疫苗的接种史。那4月2日阳性确诊，胸部 X 光没有明显的肺炎，那有使用瑞德西韦等药物。本土疫情升温，国内18岁以下累计拢总1604例确诊，儿童病例内底无重症也无死亡。不过医师认为，依照美国儿童感染死亡率来估算，儿童致死率是1/1000。乃至国内累计上万的病例，都可能10个儿童因为安尼死亡。儿童注疫苗是好处较济。现在只有1000多例，所以你表现不出，你就是没有看到致死病例。但是未来呢，可能会有这种情形会出现。陈时中表示，莫德纳加辉瑞儿童疫苗已经送市药署审查中，一定这几天就会召开专家会议讨论。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即马开始调整确诊患者轻重症分流收治，包括病院敢收治中重症患者、70岁以上高龄者、洗药剂也敢有新36礼拜以上的妇女、加强版疾检所也是防疫旅馆会当收治70岁以下确诊者、生活会当自理也是有人陪同的照顾者，为了让房间会当有效运用，亲人做伙大的人会当真侪人做伙大，收治伫个加强版疾检所也是防疫旅馆。另做所大的县市已经启动居家照护，原来当转厝做居家照护。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仔日本土病例一声出现800外例，真侪民众是真烦恼，感染到开始3钱去买这快台试剂，甚至是买甲欠货。行政院长苏贞昌伫咧主持行政议会时阵宣布，对即马开始停用快台试剂，目标是达到过4000万份，国军也会协助厂商来生产。另外，指挥官陈时中也强调，这快台试剂数量会有够用，继续也会稳定落来。请问一下，你们还有快筛试剂吗？不好意思，从昨天就已经卖完了，不好意思。赶伫上班进前去一抓药房，想要买新冠肺炎快台试剂，煞买无，因为传出市面上的快台试剂即嘛大欠货，有钱嘛无得买。因为公司的政策嘛，就是希望能够要先做快筛，知道那个现在的身体状况。最近本土疫情大爆发。14新增加确诊人数超过800例，不少民众烦恼会去话着，开始小济买快台试剂。药师工会专联会证实，伫上北即嘛要买快台试剂是真恶买。供应商他现在除了要供给这些零售的业者以外，还要再准备供给政府以提供像快筛国家队以及一些公费的乐区的一个发放的使用，所以的确现在交货上是有点困难的。民众快台的需求增加，不过快台试剂一支都要台票30几，比外国卖还佫较贵。行政院长苏贞昌14主持行政院议会时阵宣布，为即马开始启动征用快台试剂，加做防疫物资，目标是1个月生产4000万支，国军嘛会派人协助厂商来生产。在今天
启动了征用快筛剂，特别要感谢国军弟兄再一次的投入人力帮忙。我们现在希望能够很快的达到每个月生产4000万剂的目标。苏贞昌表示，本土的确诊人数加悬，这是无法度避免。不过政府会看疫情的发展来调整防疫政策，确保疫情伫咧会当控制的范围内。也那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嘛表示，会赶紧启动公费的快筛，而且袂因为定用快筛试剂，就来破坏市场的秩序。嘛强调讲，一定会甲量保护潮，计效嘛稳定，互民众安心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正严重的湘北地区，亲像台北市今仔日就增加164个人确诊，那新北市今仔日增加360个人确诊。新北市政府今仔日也召开记者会，宣布启动居家照护计划，或一寡无症状或者是轻症的个案点处理照护。不过，这个记者会过后，却传出有一名来过记者快筛阳性，下晡市政府这个记者室内也需进行消毒。市政府也通知所有来过的人，拢爱家己来做快筛。台大学生骑脚踏车准备去上课，暗过疫情收集于台大。自进前有集团确诊了后，14传出各4个学生确诊，对连续传出4生确诊，台大回应了解状况，各疫调当中。事实上，台北市14度新增加164个确诊，其中1人捌参加小巨蛋的演唱会，总共到即马已经有16例确诊。合计有16例的一个确诊者，卫生局也同步发送了一个足迹的一个简讯，有39154封。同款是同在区的新北市14是增加360例确诊，因为新北市警局的环境甲相互病院护理人员拢确诊，市府也赶紧采检甲疫调。海山分局呢，其他的这个共同办公室的员警9位呢，也都是采检都是阴性的。那双核呢，总共采检的全部加起来到目前是223人，全部都是阴性。为保留医疗量能，新北市长侯友宜甲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14共同宣布，新北全面启动居家照护计划，互无症状或者是轻症的人应在家照护，由阿东等7间病院做回责任病院。如何保有医疗量能来支撑中重症者？以及高危险的族群，才是我们这一次最重要的目标。迎面的媒体记者，他的快筛结果是阳性，而该名记者在14号上午曾经参与新北市政府的记者会。经过与疾管人员讨论，该场域参与的人员都有全程佩戴口罩的适当的防护。不过，因为新北市有一名媒体记者出现症状，14PCR采检了后阳性确诊，卫生局针对4个密切接触者有风险快筛，其中1人有参加这场记者会，快筛结果是阳性。市府已经针对记者室清消各通知，参加记者会人员自助快筛。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看到花莲市伫今仔日增加46个人确诊，也若讲到花莲病院恐惊会逼出院内感染，对今仔开始，这门诊急诊拢先暂停，住院的病人暂时是袂当出入的。花莲县政府也宣布讲，4月15花莲县的各中小是预防性停课1天。另外，台东今仔日也增加23个人确诊，这个感染源主要是去到外县市进香味道回来的。这感染者当中，其中有一个是关机关。花莲县的疫情连续几啊天14个增加46例确诊，主要是以部的花莲病院的16例上济。病院表示，因为出现护理之家甲院内员工2条感染链，而且院内为12到即马总共有35人确诊，已经停止门诊急诊，住院病人暂时无要进无要出，进行医疗降载。因为院内已经产生感染现象了，理论上就不能再收病人。那为什么不出？就是我们现在要先把一般急性住院的病人全部做完 PCR 采检啊。确诊人数暴增，花莲县内防疫旅馆也无够用，县府宣布轻症确诊者用居家照护由社区药师送药。另外，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已经45人确诊，县府宣布15有风性停课1天。县内高中职有7个师生确诊，是不是要停课？由学校决定，各向教育部报备。补习班也来劝导停课。那针对补习班的一个部分呢，我们会持续的一个加强稽查落实相关的防疫措施。台东县的情形也开始紧张，一暝之间疫情卫生公တင်爆发，初次31人的进香团到宜兰甲中部進香，回來台東了後，13半暝陸續傳出有人確診，已經有20人確診，包含一名關機員。關機會臨時會已經暫停開會。
昨天跟我们议员有密切接触的人员的部分呢，现在就是我们大概都统一也通知说，先做居家隔离的部分。大潭县内也有3人确诊，包含绿岛乡1人。目前总共23人确诊，县府已经伫成功镇甲县议会、西快台站有采取必要科的隔离。目前为止采检拢是阴性，县府表示一切拢在掌控当中，医疗量能充足，毋过爱严格管理。停班停课标准拢依照中央规范。目前只有4间国中小学幼儿园停课2天。医院和住宿型的机构禁止探病到4月30号，因为疫情的关系暂停毕业旅行。廖庆玲讲，13伊北甲确诊的县议员主持动土，毋过快筛是阴性，未影响县府工作。呼吁还未做疫苗民众赶紧去做疫苗。县府会提供100块列款来奖励。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当咧滚假期站的警消人员也是有人确诊咯。伫高雄今仔日就2个鼎金派出所的警察确诊，左营分局也4位快筛阳性。另外，伫宜兰花莲也是有警察的确诊。伊来讲到台中的部分是有1名公务人员确诊，也因为含伊做伙开会的消防人员有几落个，包含消防局的副局长在内，有55个人爱互科力采检。高雄三民区顶金派出所门是拢关起来，换去户外设机动派出所受理报案，因为内底有2个警察确诊，红列伫高雄14公布的确诊病例内底。大概可以确定，他们的感染来源应该是来自于在整个执行当中特别是有关于在这个风险足迹重叠的这些地方。除了顶金派出所，左营分局嘛扩大甲400多人做采检，原因是一个查某警察，那像是快筛阳性。市府表示，左营分局有记录的人员还未立案号，不过目前已经有4个警察快筛是阳性。可能有1位这个确诊的个案，他的工作的足迹有跟左营分局相关。检验员要当地调查，初步检判甲做疫调无关系。不过到10时为止，高雄至少有2个警察分局，3个警察确诊。咱人宜兰去画到的病例内底，嘛增加2个警察，还有1个消防局内勤的人员。卫生单位嘛去因捌行大的所在扩大做消毒。应该都是在4月9日在罗东参加一个退休同仁的嫁女的一个婚宴上。桃园市消防局嘛有1个住伫新竹，伫罗德分队上班的队员确诊。消防局表示，这个确诊的同仁，这几个礼拜拢无载过确诊者，检验员还佫会调查。台中虽然无消防人员确诊，不过有公所内勤的公务人员确诊。伊捌伫12参加一场有36个人的会议，内底包括消防局的副局长在内，还佫有袂少消防队员有参加。所以市府鼓励55个人做 PCR， 当地等采检的结果。嘛因为全台湾疫情当地的滚假，台中市决定为后礼拜1开始分流办公。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伫昨日公布新的停课标准，这地方政府含家长拢气噗噗，2天内各县市就出现无同款的停课标准啊！亲像台南的大桥国小已经当咧停课，又搁复课，搁再来停课，家长是乱糟糟。咱若讲到台中市12岁以下照具体标准，12岁以上遵照教育部新的停课标准。10时透早的上课时间，大桥国小的外口煞无看到学生来上课。台南的大桥国小因为有5个师生确诊，照原本停课的政策，要为初9停课到18。不过新的停课标准实施，赶紧甲家长宣布讲提早到10时恢复上课。不过，因为外界有疑虑，所以佫改倒转来停课到18。尤其是有咧上班的家长，实在真袂安尼改来改去。或多或少会困扰啊，但是我觉得它就是有很多的考量因素在里面啊。如果你觉得无奈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也是照着政策走。那已经都跟那个公司讲好说，我们今天可以回去了。结果下午突然又说小孩要继续留在家里。教育部旧的停课的标准，高中1以下1个人确诊，迄个班就要停课10天；2个班有人确诊，全学校爱停课10天。新的制度规定，确诊爱达到1/3以上的班级，或者是10班以上才会停课。不过，台中市到10时为止，已经有7间学校因为有确诊者来停课。另外有3间因为甲学生做伙大的亲人确诊，所以采取预防性停课。即马疫情当滚假，市府宣布改用分年会分级停课的标准。国小以下的，我们采取教育部原先旧的一个停课标准。那至于国中跟高中呢，采取教育部新的标准。
各县市停课的标准是拢有个人的考虑。台北市基本上会用新的制度，不过幼稚园便若有人确诊，就会规个幼稚园停课。台中南投云林3个县市是以12岁做界线，幼稚园甲国校啊是采用旧的制度，国中、高中用新的制度。现在新北、彰化佮台东决定用中央宣布的新制度，不过会看疫情的变化随做调整。各地家长反映讲，即马规个乱草草实在是三无涨，更较烦恼若是请防疫照顾假，厝内经济是要安怎才好？其实我是赞成，就是政府使用旧制的方式，因为毕竟，国小的小朋友他们其实没有疫苗的保护，对。但是因为我们请了这个防疫假，必须要照顾小朋友嘛，那接下来要考虑到的就是爸爸妈妈生计的这个问题，因为毕竟会影响到家庭的这个经济。停课的标准有几啊种，面对即马要消灭体疫情。县市政府会当看情形哪做修正，想要找出会当兼顾无共层面的防疫政策。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12岁以下囡仔也未当注疫苗，真侪家长是真烦恼。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就呼吁讲，这教育部就要提供公费的快筛试剂，上无7天筛一届，确保这校园的安全。幼儿园囡仔确诊宜兰县罗东镇的幼儿园停课2天，大规模清消。国内疫情欠悬，教育部进行宣布新的停课标准，为过去一个学校有2人确诊，就全校停课10天。改做1/3，或者是10班以上确诊，停实体课停10天。按过12岁以下囡仔目前无疫苗通知，为县市无必用新的停课标准，为就家长真烦恼。对之前的限制比较好啦，因为毕竟小孩子都没有打疫苗嘛。抵抗力也没有啊！如果说你这样子一个传染了，那你就是不是影响到家庭也是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啊。他们又不能打，就算能打，我们也不敢让他打。讲真的，对。希望停课标准再严格一点。对对对。对新的停课标准引起无共款的意见，教育部先前这一天接到家长甲各界建议，不过停课标准是指引性质，不是强制。新的标准不是放令，是以确诊者做核心，依照活动行踪密度决定暂停课程的范围甲恢复时间，也是考虑保障学生的受教权。这不是宽跟松的问题，是我们以确诊者为核心，采用更精准、合理并符合实务的方式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校园的一个暂停时以授课的标准的订定。指挥中心表示，停课标准是根据疫调以病毒管束校园和继续上课为导向。不过，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认为，即马12岁以下学生完全无做疫苗，若确诊传播速度恐惊无法度控制，建议12岁以下学生定期快筛。我们是呼吁说，教育部赶快提供所谓的公费快筛来给12岁以下的小朋友。他们来进行快筛，然后把疫情拒绝于校门之外。那我们是期盼说，对于这些小朋友，如果说可以的话，就至少每7天能够进行1次快筛。全教产建议快筛费用应该由政府专业补助，教育部在去年以一个学生100块有赚来算，拨予学校买食饭的价帮快筛试剂、鼻用喙暗甲酒精。呼吁教育部应该爱个特别拨钱，互无法度做疫苗12岁以下学生来运用。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带观众朋友来看这在地上大条，伫新北市的邦桥有一间顾婴中心，去互社会局发现讲，有一名照顾员咧，甲一个8个月大婴儿要甲压迫困的时阵，所以用这被仔甲伊的头砍掉咧。经过几个点钟后，才发现这婴儿已经无喘气，送到病院也是救无回来。市政府调查了后，认定这顾婴中心含照顾员拢有失觉差，这社会局虽然甲因罚24万。救护车冲正紧赶到顾婴中心，因为一个8个月大红婴已经无气啊，送医抢救也是救无回来。那其实家长真的他们都是非常难过，那我们也真的我们也很难过。老师的一时疏忽或者是怎么样，那就是看后面，因为我并不是当事人，所以我们没有这样子教育。伫新北板桥的顾婴中心社会局调阅监视器发现，12下晡1点，红婴活动正常，晚近2点，老师骗伊困，用棉被盖伊的头，佮趁起身甲脚放伫棉被10外分。下晡3点，老师去看，红婴趴喺困，一直到5点发现无气啊，立刻急救，佮较医救送医，毋过已经慢一步。领社会局稽查时阵是发现，顾婴中心的师生比例无下规定。那当天因为老师放防疫假，要照顾他自己的小孩，那临时放假，我们说真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临时找到人去做这个事情。
伊则法规顾园中心的师生比例爱1:5，也就是每一个老师上侪顾5个红园。啊，毋过这间顾红园中心社会局稽查的时阵发现，兼一个托育员已经要求限期改善，照顾无适当的部分，伊则违反《儿少福利法》处罚。托育人员确实有照顾不当的情形，因为时间延误了这个就医的部分和趴睡跟盖棉被的部分。针对托婴中心及当事的托育人员各处以第一次最高的24万的罚款。因为一时疏忽造成这个悲剧，专案是向过失致死罪嫌侦办。但是这个老师至少1年袂使阁担任托育员。目前检方已经完成上验，一定后礼拜5解判，要来查清楚详细死亡原因。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县三湾乡的乡长温志强去向检举讲，伊涉嫌利用向公所的采购案，标注公所土地做太阳能，等宣称去队员的时阵有受人诬陷，去互检调带回去调查。检方也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官伫暗头也裁定这温志强受押禁见。另外一名牵涉诬陷案的乡民代表是20万交保。这位是三湾乡乡长温志强。去年底，还阁大力推销因在地举办的柑仔节，今嘛却传出涉嫌借钱，去互检调搜查。苗栗警方接到检举，13甲三湾乡公所甲厂商搜查，当场查扣现金552万，还阁有美金、人民票甲金条等等。另外，阁有金额3500万假定期的单仔，这些疑似拢是不法所得。总共有48个处所，那传唤的人次约有37人次。本署也动员了8名主任检察官以及检察官支援讯问以及复讯。国民党籍的温志强捌做过3届的苗栗县议员，甲2届三湾乡的乡民代表，毋但政治经验袂少，伫地方的人民嘛真快。毋过，煞伫第2任任期结束进前，逼出借钱的代志。苗栗检方指出，伊利用办三湾乡公所的采购案，甲标注公所土地建立太阳能场。甲真选请给队员的机会来收乌西钱，嘛当地追查，敢还有其他的共犯。目前在清查以及调查中的标案大约在50件左右，其中也有包括到太阳能厂的招租案。那这个部分，本署将持续贯彻。检方认为犯罪嫌疑重大，有逃亡或者是甲共犯，还佫有证人串证的疑虑。13暗时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三湾乡姓李的乡民代表，嘛因为涉及真选请给队员收乌西钱。检方以违反贪污治罪条例，而且有逃亡或者是串证的疑虑，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官伫尾仔时阵裁定，温志强是羁押禁见，也那姓李的乡民代表是20万块交保。记者综合报道。大甲妈祖绕境进香，今日当日回銮又设立去中华平道大学校园内，因为疫情的关系，无开放软桥卡。也因为大甲妈祖车到经过彰化市的时阵，有人故意这代志，为了要避免类似的情形再发生，彰化检方指派5名主任检察官来加强搜查证据。台中警方也成立专案小组，加派这警员来防止暴力事件。学生囡仔徛两边欢迎大甲妈回銮，场面真闹热。因为疫情升温，这届大甲妈銮桥无入去到其他各中小的校园，敢若代表性伫彰化明道大学的校园小可停岗。都满18岁了，比较多。再来，我们也没有袂使勉强学生啊参加，都是自愿的。哦，这个是这样，所以我们才明到这边进来。那有很多的国小有要求，我们都因为今年的疫情的问题就没有。因为防疫无开放软桥卡，仪式也简化，校外人士袂使进入。41位的检查颠倒加正严，因为这个月初9伫彰化市通讯党总裁张安乐甲民众想要接救，甲警方发生真侪届相爱相杀。彰化检方回銮有扩大部署，除了1650个警力，3个主任检察官进驻宝岛、湾林、彰化这个辖区来指挥，又搁新增加2个主任检察官到支援。绕境回銮途经的分局辖区，由3位主任检察官率专责检察官进驻，一力及时掌握并处理突发的不法事件。大甲妈绕境第2天行程，规工拢伫南彰化，中昼伫鼻头合兴宫自驾休困了后，下晡来到宝岛市区，也吸引真侪信众参拜。暗时将自驾伫宝岛镇安宫，15往参尾乡过去，一定16载入去台中境内。台中警方目前当地准备维安事项。针对这种不法行为，将以强势周围，严正执法，绝不手软，肇事者一个都跑不掉。
台中警方已经部署1200个警力，除了进行交通疏导，也甲特殊的维护，对惹事人也是冲突事件，我来加强防范。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乌克兰和罗西亚的战争。这战争已经拍50多天啊！乌克兰的港都马里坡已经去互罗西亚的军队围起来超过1个半月咯。罗西亚的国防部长公布一段影片，讲有上千个乌克兰的官兵投降。不过乌克兰的国防部是强调讲无这款的代志。一阵阿兵哥举双手投降，准备上车。俄罗斯国防部所放出来影片，讲做因是马里坡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36步兵旅，拢总1026个阿兵哥已经投降，也有人讲是互打架讲出来。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投降队伍内底包括162个军官加47个女性，其中有151个人受伤，已经送往病院治疗。Группа, которая со мной шла, человек 13-15 было примерно. И нам пришлось сдаться, так как нас окружили. 影片内底一寡穿军装、手拢无摕物件的查某人举双手进入一栋工业建筑物内底。俄罗斯国防部13宣布，马里坡已经互俄军完全控制。Городе Мариуполь полностью освобожден от боевиков нацистског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Азов, морской торговый порт. Все заложники, удерживавшиеся нацистами на судах в порт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освобождены. 不过，这段画面，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拢唔知影，也无听到投降的消息。强调目前马里坡海港的战斗也搁伫进，路透甲美联社这媒体也无法度知影，这个影片甲俄罗斯的讲法到底是真若假。另外，马里坡市长受访问的时阵讲，俄罗斯军人唔若阻挡人道救援物资的车队进入，搁较想要隐瞒伫市区大屠杀。Такі певні накоплювачі, вони там накоплюють. І є 3 варіанти, які сьогодні вони вже залучили. І сьогодні наша розвідка вже це підтвердила, що 13 крематоріїв мобільних приїхали в місто і готуються ховати всі військові злочини, які зробила Російська Федерація. 马里坡原本有45万人，战争发生了后，已经互俄军围攻超过1个半月，一寡居民已经选择离开。市长朴成科表示，当地至少有2万个民众死亡。俄军将一寡民众的遗体载去一位大型的购物中心，伫迄个所在使用移动的火葬场来烧尸体。目前马里坡也阁有12万人需要食物、水甲烧气，不过敢若互俄罗斯建国的民众才会当选择离开马里坡。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即马传出讲，伫黑海海峡，这罗西亚巡洋舰莫斯科号爆炸导火，而且受损真严重。乌克兰表示讲，是因的飞弹是击到这罗西亚的军舰，毋过无提出任何证据。这是1、2个月之前莫斯科号伫乌海海峡飞弹射击演习的画面。这型军舰被叫做更型级，第一只更型号伫时间6年了后，才伫1983年1月成军服役，了后伫公元2000年改名做莫斯科号，是前苏联只剩的几只大型水面舰舰之一。目前为止已经服役将近40年，算是真久。乌克兰进前表示，为奥德萨地区发射反舰飞弹，拍到莫斯科号，让莫斯科号严重受损，甚至沉去。同一时间的俄罗斯官方媒体只讲到莫斯科号因为导火，舰顶的弹药库爆炸，并无讲到遭受攻击。乌克兰也无针对飞弹拍中俄军的军舰提出任何证明。伫乌克兰北部的基辅地区，双方针对布查屠杀事件各讲各话，同时。基辅东北边150公里的切尔尼戈夫部分居民为避难处所回去厝，带几10年的功夫家囡仔去读册学校，拢是一片绿苍苍，无比炸害的厝也拢是各种的残骸。Побачили, як літак прямо над площадкою, над цим майданчиком піднявся і відразу прозвучав вибух. 基辅另外一边的高科小镇波罗江卡，乌克兰继续用暂缓警上争取国际支持。这摆参访当地是波兰甲波罗的海3个元首，到了现场看，互炮火炸害去的厝，各地的指挥中心播送战争期间的影片。当然，这段影片无在其中。
这个影片显示伫4月7日，俄军撤离基辅时阵，东北边有倒伫后边，阁受重伤2名俄军倒伫涂骹流血流滴，医院做着卫兵伤，好像是乌克兰部队人员伫嘻嘻哈哈当中，连开3枪射杀。这个卫兵已经有落土下查证，不过乌克兰官方强调无清楚这个代志，不过会来调查。不过俄罗斯针对国际之间的制裁，总统普京表示会提升国内能源消费，阁设法开拓新的外销管道。公司新闻持家人朋友。美国、加拿大、英国、波兰的国家领袖拢用种族灭绝的概念来谴责罗西亚的战争罪行。不过，也有一寡国家唔讲这款的话，亲像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讲，莫用这款激烈的言语来害局势变紧张。一九48年联合国防止甲停止种族灭绝罪公约公布以来，这国际法庭只有3大件的种族灭绝案的案件来成立。罗西亚的罪名敢有法度符合这法律的条件甲规定？目前专家因是无共识的。Ми розпочали наше провадження безпосередньо з 24 лютого. Зараз їх дійсно більше, ніж 4 тисячі. Ті, що стосуються і кваліфікація початкова була 4 воєнні злочини. Крім того, в нас більше 2000 дотичних злочинів, які так чи інакше можуть бути перекваліфіковані.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以种族灭绝来指控俄军伫布查镇的屠杀暴行，得到美国、加拿大、英国、波兰国家领袖的支持。种族灭绝广泛来讲，被看作是上严重的危害人类罪。1948年联合国公布的防止甲顶止种族灭绝罪公约，将种族灭绝定义做意图传播或者是部分消灭某一个民族作为种族或者是宗教团体罪行，亲像斩杀某一个族群的成员，造成某一个族群成员严重身体或者是精神伤害，故意制造摧毁某一个族群的生活状态，组织性虐甲强迫将囡仔为一个族群转移到另外一个族群。1990年代以来，有7场冲突，和美国当局认定是种族灭绝。波斯尼亚大屠杀、卢安达大屠杀、伊拉克对库德族的屠杀、苏丹大佛性的种族冲突、ISIS 对阿兹迪教派信徒的罪行。缅甸军政府对罗兴亚穆斯林暴行，加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的迫害。即麦伫海牙国际法庭被宣判是种族灭绝案件只有3件。1970年代造成170万人死亡的红色高棉大屠杀，1994年卢安达80万图西族遇害事件，甲1995年塞尔维亚军队屠杀8,000多名穆斯林男性案件。国际法庭已经针对俄军的战争罪、甲危害人类罪的指控开始调查，对种族灭绝罪遥管合权。不过，这种案件的审理拢要用真侪年时间，特别是要证明某一方犯种族灭绝罪，要证明伊有摧毁某一族的动机。不过，台人定定是袂留文件档案，互外界去查到。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其他的国际新闻，伫南非东海岸的港口城市德班甲附近的区域内，受到几多天大水害相当，所以引起造大水水崩山，规个市区是变甲密密麻麻，超过300人死亡。这灾区也阁是断水断电的。南非总统去到灾区视察，也讲这是南非这60年来上界严重水灾。葫芦徛伫边仔好，另外一边有人靠甲无力坐伫伊遐休困。南非东边的海港城市德班甲周围地区，为10日暗时开始受到暴雨侵袭，正造大水。毋但桥梁道路互冲歹去，阁有超过6000间的徛家，嘛互大水拖石流引起，死伤超过300个人，另外阁有数十个人失踪。The wall is falling under me and my child. I'm trying to call my neighbors to assist me. After 2 hours, I will survive. But unfortunately, my child. 这是南非60年来上严重的造大水，附近的公路涂骹拢是树仔甲路公霾，要用扫土机来清。去海港的路断去，互港口必须要暂停营运。当地阁无水电通用，要用水车来载水，提供民众来用。互民众是真不满，烧树枝甲树叶仔来抗议。南非总统拉马福沙13去灾区视察，除了互空军、国家警察部队继续搜索失踪的人，嘛甲这个造大水讲这是浩劫甲灾难，嘛承诺会尽全力来应对灾害。uhamba kwezinye indawo siyobuka ukuthi kumoshekeka kwenzela ukuthi sikwazi ukuthi uncedo luzoba khona luzoba uncedo olunjani.
Songbona kakhulu ukuthi lisinike lethuba ukuthi sizozibonela sikwazi ukuhlangana nalo. 南非国家气象局统计，过去48点钟降雨量超过450毫米，因讲是倒班一档一半的降雨量。总统拉马福沙嘛强调，这场灾害是气候变迁造成的，要安怎提悬政府的灾害应变能力，应对气候变迁是即时爱处理的议题。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益。 讲到这纽约的地铁站发生枪杀案，走去这嫌犯目前已经被警方抓到。今年62岁有经济前科的一个犯案者呢，伊犯罪动机目前还佫了解，系因为伊伫咧大众运输顶头发动攻击，那准向定罪，上当恐惊爱关几世人。纽约市警方伫咧曼哈顿东村逮捕布鲁克林地铁枪击案的嫌犯，今年62岁法兰克·詹姆斯，警方已经找到伊作案用的手枪。 当局讲，无任何现象显示詹姆斯甲恐怖组织有关系。不过，伊前科真多，大部分拢是窃盗罪，因那这边犯案动机还佫伫咧了解。We tracked Mr. James, and his last known whereabouts was 7th Avenue and 9th Street in Park Slope, entering the subway. NYPD patrol officers from the 9th Precinct responded to St. Mark's and 1st Avenue, where they apprehended him without incident. His arrest history in New York is 9 prior arrests, dating from 1992 to 1998. He has 3 arrests in New Jersey. 警方伫案发了后，进行了30点真久的大规模搜查行动。詹姆斯逃亡超过24点钟，伊涉嫌12伫咧布鲁克林地铁的车厢内面放烟雾弹，并且向地铁的乘客开33枪，有10个人着枪。 一开始该列做利害关系人，要确定伫咧现场发现的枪是伊买了，就将詹姆斯列做嫌犯。 Prohibits terrorist and other violent attacks against mass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nd if convicted, he will face a sentence of up to life imprisonment. 詹姆斯会伫10时第一遍出庭。根据 CNN 报道，两位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讲，詹姆斯作完了，又搁家己敲专线的电话，甲警方讲，伊人伫咧曼哈顿下东城的一间麦当劳。警方赶到现场时阵无看到人，要开车伫咧附近找的时阵，伫咧圣马科邦甲第一大道相车路口附近找到伊。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 国内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一声涨到3.27%，是这9年半以来上界悬的纪录。主计总处主计长朱德斌表示，全年经济成长率达到4%应该是无问题。不过，这能源的价格一直在起，通货膨胀压力搁在增加。今年通货指数恐惊会超过6%，是这10年以来上界悬的数字。行政院表示讲，会继续透过稳定物价，也会透过补助减少中低收入户的生活负担。 查某人伫菜单前，一面问介绍，一面好好拣物件，无卡订真侪袂使，因为最近真侪物件拢真贵。因为我们家只有一个人在赚钱啊，就变说你东西会比较，然后会少买一点。 1层或2层这样子啊，但是要共体时间嘛。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升悬，根据主计总处最新的统计，3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来到3.27%，创下9年半以来新悬。包括食物、衫、住宿、交通等7大项目全部拢起。主计总处主计长朱德明表示，全年经济成长率会向下收到4.02%，保持应该无问题。不过，伫能源价格起价，也甲通货膨胀压力增加情况下，今年通货指数可能 突破6%，也是将近10年的新高。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我们是比较低的嘛。美国一个物价指数就8.5的，痛苦指数是失业率加通货膨胀率，痛苦指数飙高，就某种程度就证实了我们现在面对一个比较麻烦的，就是停滞性通货膨胀的状况。台湾的情况其实主要还是物价上涨，因为我们的失业率其实还相对稳定。 全球原物料拢起，黄豆啊、小麦、番麦价格也真受注意。根据农委会估算，8月份进口番麦机会价会调悬。农委会主要都要确保量要有够。现在目前的订单已经确保到8月，然后现在已经同时去下到12月份的订单。好，所以从进口的部分，我们会确保就是饲料商能够
购买到足够的量。在国内的部分，我们希望说能够达到5万公顷，大概从今年的秋作，就是8月份开始会执行扩大面积的这个方案。就伫国际通货膨胀压力下，各国物价指数拢会变动，台湾当然嘛同款。行政表示会持续进行物价稳定措施，也会透过补助的方式，毋望减轻中低收入户加脆弱族群的生活负担，帮助因度过这个难关。记者综合报道。环保署长张子健去到帛琉担任特使，参与伫帛琉所举办的咱的海洋大会。今日针对着解决海洋污染发表专题演讲，这是台湾头一届以官方的身份受到邀请。从废弃塑料做的写字，符合支持环保的演讲主题。环保署长张子健去帛琉参加OOC咱的海洋大会，就是针对解决海洋污染发表专题演讲，讲到台湾回收海洋废弃物，佮利用具体贡献。When the public become aware and participate, things can be accomplished more easily. Taiwan will work with other nations so that together we can make our ocean cleaner. 张子健即摆担任特使出席咱的海洋大会，主办国帛琉总统惠树林肯定台湾协助帛琉举办大会，这是台湾第一摆以官方身份受邀。环保署长更是历年来上悬的战绩，只是官方小界张子健无看到中华民国只存台湾，认为认为即摆中国无参加，咱应该尽速使用中华民国。你觉得我们不想吗？你是觉得说我们外交部我们就放弃了中华民国这个名号吗？我们也会常尊重外交官的辛苦啊。另外，瑞典代表团访台，就是出席国际记者会指出，即摆就是表达欧洲支持台湾的信号，有协助中国企图，也避免着欧盟如何用具体行动帮助台湾自我防卫。I think that Europe should come together and work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o enable the Taiwanese people to make itself ready for a potential aggression. WHA 世界卫生大会5月开始，台湾已经5年无受邀请。吴钊燮表示，目前还未收到邀请批，不过外交部议员在继续努力当中无放弃。记者综合报道。台湾 NGO 工作者李明德激洪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和剥夺政治权利2年。今仔日是期末来出角度，有风声讲伊明仔载就会对伫厦门坐飞机登来到台湾。国际特赦组织表示，这加上还未收到中国迄边的通知。若准这消息是千真万确的，伊若考虑到这疫情当得严重，袂去解接。另外，目前还有4个台湾人去防指控是台湾间谍，目前还佫关伫中国。台湾 NGO 工作者李明泰2017年去中国耍互人抓去，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关伫河南赤山加价，这是刑判出价。会为河南去厦门传出15队为厦门坐飞机登到台湾。目前没有，华部没有接到。好。李明泰登来了后，按照台湾的防疫规定，10天入境检疫隔离。不过，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指出，加上无收到中国通知，那消息是真的考虑疫情未去接机。但李明泰隔离结束了后，佮讨论是否有进一步声明或者是行动。希望那么我的经验能够分享给这个台湾目前可能还在触法的这些人士，作为一个警惕。借鉴。另外，目前在中国也有蔡金秋、习近平、李明基甲等有轻视的人被指控是台湾间谍，要立关。中国各地的指控上市国庆期间，故意透过官方媒体用词放上毁尸的真侪影片。那因为我在大陆20几年了，一来追随前辈从事两岸交流活动，但是却被军情局利用，作为危害大陆国家安全的一个行为。蔡金秋2018年7月去中国参加会议被抓，判刑4年。习近平牵涉国安理由关伫北京，判刑4年。李明基要去香港参加反送中运动，了后入境中国被抓。学者邓武金被指控伫捷克外澳中国，2019年入境中国被抓，状况无清楚。陆委会表示会透过各种管道掌握情形，甲提供必要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几年新型的薰草，也搁这电子薰烧连续上市，却无法通好监管，互不少家长是真烦恼。今仔日立法院办公厅会，各界拢有共识，要甲禁薰的年岁咧纠管到20岁，而且会扩大禁薰场所，加强网络稽查等等。会发布也表示会加强下部会合作，而且会加强稽查，也搁宣导，特别是严格来禁止网络顶头卖电子薰。民间团体伫美国16岁少年囡仔食加热薰了后，细胞严重损害做例，指出国际上有真侪资料明确显示，电子薰甲加热薰的成分危害健康。加入烟的毒物含有汞，这是重金属；有甲醛、乙醛、亚硝胺，这是致癌物；有铅，这也是重金属。这些重金属跟致癌物在电子烟里面呢都找得到。它每几年更换一次。现在 WHO 的网站是93种有毒的化学物质。新型的薰草电子薰甲加热薰，过去因为无法源依据，互袂少家长真烦恼。即马伫咧烟害防治法内底列做是类薰品。立法院13办修正案的公听会，针对提悬禁薰的年岁到20岁，扩大禁薰场所到学校、幼稚园和托婴场所，各管市安怎稽查无经过健康评估的薰品输入、销售、广告等等7大重点做讨论。行政院各部会呢也会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那么包含由经济部来配合禁止这个电子烟的输入，那么财政部呢、财委会、交通部呢则会定期的去查扣电子烟，建立电子烟的这个样态监控。事实上，大家对于修法的这个部分其实还蛮有高度共识。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就是像可能在新类型烟品的这个部分呢，怎么样后续的这个管制跟管理，大家也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烟害防治法顶届修法是15年前，这个修正案在3月7日已经一读通过。卫福部强调，未来会加强下部会稽查甲宣导，条文内底也严格禁止在咧网络卖电子薰。所落来就等立法院逐条审查，民间团体希望这会期就会当通过。记者阿明金、曾泰文台北报道。讲到台湾米狗，伫咧108年的时阵，就已经唔是保育类的动物咯。不过，动保团体却接到上百件违法这个饲狗的检举，检举民众是这个甲这狗饲的南仔来，因是真唔甘，因为讲这环境是真歹，所以政府就要赶紧来修法禁止饲狗，而且就要全面清查。台湾狗屎啊，毋是关伫笼仔内底，就是放白条的。动保团体近3档调查，接到150多件的通报，发现真侪狗互人虐待。当天我们去田调的时候，是他人生第1次喝到水，因为饲主告诉我们，他从来没有给他喝水。影片记录台湾狗屎啊受到不当的对待，动保团体认为，除了甲农委会林务局将因为保育类降至一般野生动物有关，因为现行野保法一般类野生动物的规范，民众免通通报，就通自行处理，造成有人撞人旁、捕猎狗屎啊饲，甚至去卖，因希望主管机关通明文禁止人工饲另种类动物。这些人在饲养猕猴的时候，都会用一个状况，就是它是农害，我捕捉来的。我们跟地方县政府其实都通报过哈，但是每次去都是第一个是说没有虐待啊，猕猴没有外伤，它还活着，没有什么作为哈。刚刚提到的圈养跟家居饲养这些动物们，我们会朝分类管理的一个架构来去做一些配套跟法律的一些处理。农委会特报处表示，未针对高级的物种来修法，不过会对居家养饲的部分做处理。嘛强调，若有主人违法对待动物，照动保法第25条，会处罚2档以下有期徒刑，也是罚钱20到200万。记者陈阿文小凯台北报道。伫咧今年年初天气不稳定，地区南部西瓜、酸亚产量变歹，农民是希望政府补助因的损害，也呼吁地方政府就要甲因斗争取现金救助，甲低利息的贷款。明明是采收期的西瓜田，望过去西瓜无几粒，台南贵人甲客家受到2-3月高雨的影响，上千公顷的西瓜田结果都降低。现在已经4月中了，这长一定拢老草去、老长去啊！除了落雨，渐渐低温也让西瓜成长变慢，今年的产量较无较早的3成。看今已经烂去的西瓜，农民要哭无目屎。嘛捌种着安尼，今年这西瓜吼，啥数有够歹啦，无2成啦。差不多4月20日
正采收期了啊，现在都延误1个月了啦。西瓜往年产地价敢若10块，今年提高到1袋斤15至16，暗过产量少，主材成本搁起，互农民的收入颠倒减少。台南农业局当地陆续会勘确认采笋的状况，暗过受到气候无正常影响，毋但西瓜，也有这严重疏花期的山野树。下雨造成水分过多，日夜温差呢太多，造成开花不结果，还有一些畸形果呢，也造成农民呢所剩呢不到2成。高雄六股桃园这所在山也欠收，因为是慢发性的采笋，进前会勘无达到采笋标准。地区屏东、台南的山也已经确认采笋，高雄却无。农业局表示，毋但山也、玉荷包、龙井原来有这种慢发性的采笋，山也这2天已经重新会勘，一定15结果出来，若是达到采笋标准，就依照规定救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西港有一个用手工做西装的老师傅，到单还佫替人伫咧做衫。伊讲手工做的上界下输，还佫真侪老客户，甲咱惯势穿伊做的西装。较早无车衫工厂的时阵，想要穿新衫，就要去报章剪布请人做。伫台南西港，就有一间传统的西装店，店内师傅号做吴明钦，伊高中毕业就去学西仔做西装，出师了后，佮家己开店。当时迄阵当开业。嘛算有拄啊撞着即个机会啦，因为迄阵咱台湾的即个工业甲甚至传统产业者伊拢一直袂歹，都讲趁有钱，要穿较水，所以迄阵定做的生意，就一直拢开始袂歹。新开始开店的时阵，规条街仔的西装店是满满是，逐工的订单坐甲无用好食饭，就爱做美工才赶会付。不过，即阵时代改变，外国文化传入来台湾，为着要对流行，衫裤替换速度是愈来愈紧。工厂开办做的衫是俗个济，民众都愈无爱开较济钱去请人做衫。咱的客户嘛有部分转伫即个新品咱的成衣的部分去买来定做的，就是变拢头个较年龄较岁都无得。早前的即个反正做习惯，做习惯指定爱咱做。虽然手工做衫的产业落差，老师傅到大依然坚持这项传统工艺，嘛对家己的手艺真有信心。伊讲工厂固定一个班，毋过逐个人体型无同，无可能穿起来拢下输，就需要试穿甲修改。嘛因为手工做的穿起来上舒适，所以到大阁有老客户会来交关，互伊会当继续做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头一座原住民族文化教育产业推广中心，去年伫新竹县启用，为着要推动这原住民的教育文化，即阵特别安排部落大学课程，鼓励大家做伙来经营这座原住民规世人通好学习所在，而且继续来培育部落人才。老师用原住民族武语小解野生食物，出来佮带大家来到山顶万孙啊！过程全部拢用母语，透过新竹县部落大学向大家推广原住民教育甲文化学习。这些东西就是如果没有人去做或去学的话，觉得会慢慢的失传。对，那我觉得身为我们原住民，我觉得有一些责任是需要去学习。在部落已经没有人在说族语了。第一个，我的目的是要让长辈不要习惯讲汉语，因为由他们来带动说族语的这个气氛跟这个传承。随音乐跳舞，部落大学课程除了教语言、各文化艺术、部落产业、甲生态环境等等，多元的内容会使选择。两个文化结合下来，它会蹦出不同的火花。所以我们希望学员除了学到舞蹈健康。那最重要的是两个文化能够融合那就是取好的部分互相学习。透过部落大学整合原住民族产业文化传承以及教育，在课程内底学习专业内容，除了让大家更加明白原住民文化，嘛原乡乡亲有就业的机会。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明仔载天气时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9度到22度。
表列到云林对18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20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6度。澎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5度。也过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